準備。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咁啊快閘嘅馬咧，見到中間位置有贏威馳喎，擺前啲啊。咁啊最出嗰邊有包裝戰士啊，入邊啊奔放啦，內欄粉紅眼罩，仲有智勇名區4隻馬比較快嘅。大約跟住個第5位就紫神之星啦，內欄咁啊5、6位到啦。白衫黑帽中國心啊，咁啊後邊嗰6匹馬啦，妙算強人哪吒啦，尾4位置有升價，尾3呢就風神啦。殿後一對馬長勝將軍紅衫就向尾二啊，包錯落尾嘅馬呢係勁大威猛嚟㗎。好啦，接近1200米嘅段柱啦，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奔放嚟㗎。跟住喺第2位嘅智勇名區呢，有贏威馳紅衫第3位，內欄第4有白衫黑帽就係中國心啊。藍白環間衫第5位有包裝戰士啊，後多層啊嘛，紫神之星啊紫色衫啦，內欄位置淺藍衫淺藍帽妙算強人啊。後邊嗰5匹馬哪吒啦，風神響尾4啊，尾3位置啊升價啦。殿後一隊紅衫黃帽外邊啊長勝將軍埋邊暫時包尾嗰匹馬呢係勁大威猛嚟㗎，向住600米嘅段柱進發啦，奔放依然係佔先咗大約有半個身位嘅包裝戰士就響外邊呢進佔第2，埋邊第3位有智勇名區啦，紅衫第4有贏威馳啦，第5位白衫埋邊中國心，第6位紫色衫紫神之星啊，後邊嘅馬妙算強人哪吒，尾4啊風神啊，尾二升價，尾二呢就係長勝將軍啊，後邊嘅馬呢就勁大威猛啊，好啦，正最後直路啦，前面奔放支離咗一個身位，包裝戰士就開始中檔追啊，揈出去外邊上噶嘛，有中國心啦，最出嗰邊仲有紫神之星啊，偷內欄上仲有長勝將軍啊，最後100零米奔放支離一個身位，見到中間位置風神上嚟勁喎，入邊長勝將軍，最後50米風神響中檔透出，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呢，長勝將軍，第3名奔放，第4名啊妙算強人啊，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風神早段都落後啊，尾3、4啊，咁啊入彎沿住個中檔追，尾子入直路長勝將軍追上嚟第2，放頭馬今日冇乜邊隻甩過噶，奔放都跑翻個第3，第4名呢係妙算強人。一條直路殺晒，風神飛格得手啊！恭喜晒！第2名長勝將軍，第3奔放，第4妙算強人啊！臨尾嗰最後150米嗰個爆發力好強啊！咩奔放又係最後去到100米度就均速啲，